好，現在時間2025年4月20號星期日嘅時間啊，同會員呢再望一望個大盤嘅走勢先。咁就其實都係冇乜點變，係咪？咁呢，你會見到上個星期四係啦，因為星期五呢係休市。咁呢，上個星期四個盤呢，你要見到佢呢微微下跌嘅。咁呢，而家呢。有一個方向咧，有機會少少短線咧，有機會少少改變嘅。咁我都係會 expect 嚟緊會有一個反彈啦，唔出奇啦。咁波浪理論入邊咧，我都有講過噶啦，因為佢而家呢度咧有機會二次行緊一個嘅三角形嘅形態啊。好啦，咁即係話，如果從一個波浪理論嘅角度咧，佢呢度有機會都係可以行一個 A、B、C。咁短線呢，我都係會 expect 佢有呢一個嘅 C 浪反彈啦，或者佢呢個 B 浪呢再低少少，再做一個 C 浪嘅反彈，都係冇問題嘅。所以呢，同時提醒大家，如果大家對投資或者想買翻少少大盤嘅話呢，咁我都會覺得呢，短線如果有機會落翻0.68、0.5或者0.764呢啲位置呢，都可以大膽少少買多少少都唔怕嘅，係啦。因為如果到時候你喺呢一個位置買做翻個止損，跌穿前底做一個止損都係冇問題嘅。咁講翻大方向呢，仍然都係冇變到啦。我睇法 WXY 浪係咪？而家有機會係一個大 X 浪嘅反彈。咁呢個 X 浪呢，我直播都有講過噶啦，應該喺呢一個區間呢，我覺得有機會最少維持一個月嘅。我覺得有機會一個月嘅，係啦，因為用翻時間週期嚟到睇呢，佢呢一個嘅時間週期應該要同翻佢嗰個嘅右肩左肩呢，要有個嘅吻合嘅程度嘅。係咪？因為你見到呢度，假如呢度係一個左肩啦，咁你都要 expect 右肩咧要震翻咁上下時間。即係如果用翻之前呢個嚟做呢個左肩嚟做例子咧，都用咗差唔多3個月。係啦，咁你都要 expect 喺呢度咧有翻2-3個月時間咧，都會喺呢個區間呢度震盪，或者更加少都唔出奇嘅。好啦，咁另一樣最重要嘅指標咧，或者係點解我會覺得咧嚟緊會有一個大嘅反彈咧，就係我要睇翻而家嗰個嘅美匯指數嘅走勢。好啦，咁咧我都有講過嘅，其實佢哋應該係有一個嘅正相關嘅關係啦。咁你會見到咧，而家咧我哋咧會係喺嗱，如果我冇數錯，而家呢個係 WXY 浪嘅調整，咁冇辦法㗎啦。美金咧，如果冇睇錯嘅話咧，一定係向下嘅趨勢，唔使問㗎，好大機會係向下。而呢一波嘅下跌段呢 Y 浪 X 去 Y 浪呢個下跌段呢，而家應該係做緊一個下跌嘅 A 浪嘅啫，係啦。咁即係話我嚟緊 expect 會有呢一個嘅 B 浪反彈，跟住再去一個 C 浪嘅下跌嘅。咁同樣啦，你會見到呢，我因為要 expect 佢呢個 B 浪呢有機會有反彈啊。咁呢，短線呢有機會呢令到大盤呢同時間上升嘅，係啦。因為理論上啊，講翻理論上咧，理論上咧，美金咧有反彈咧，或者理論上美金升咧，大盤都係應該要做翻一個嘅上升嘅動作。美金跌咧，大盤都要做翻一個嘅跌勢嘅動作嘅。咁你要睇到咧，其實佢哋係有一個正相關嘅關係啦。睇翻呢一個頂部，呢個頂部咧就係2025年1月8號，咁睇翻大盤咧，2025年1月8號咧係大概係呢一個位置啦。咁你要見到美金跌落嚟啦，反映咗美國咧有機會出現一個衰退嘅情況，所以你見到呢一波嘅下跌喺呢度啦。咁睇翻再追溯翻之前啦。8月9月10號，你要見8月9月呢啲位置咧，見到美金咧有個上升，咁你見到咧大盤咧同時都會有個嘅上升嘅，咁其實佢哋都係有個正相關嘅關係啦。好，咁即係話，如果冇數錯嘅話，嚟緊咧美匯指數咧會有一個 B 浪嘅反彈，同時配合大盤啦，即係話你要預計大盤有機會係出一個嘅反彈。係啦，再落嚟，因為你要 expect 美匯只係反彈再落，係咪？所以你會知道咧，美國咧會有一個衰退又好、滯脹又好嘅情況，都會有機會咧。而家呢個情況呢度咧，嚟緊會出現嘅。好啦，咁睇翻美匯指數啦，咁你要見到而家咧，我之前俾個幅圖你哋嘅，咁我就 expect 大概係
95至到97蚊呢個位置，短線有機會做一個反彈啦。咁跟住而家如果齋數波浪嘅話呢，我會覺得仲爭一隻腳嘅，係啦，我覺得仲爭一隻腳嘅，即係話如果最理想呢，再破一破前呢個底，係啦，破一破前呢個底落翻嚟，咁短線應該要去翻95至到97蚊呢個位置啦。咁留意翻啦，如果美匯指數當其時，大家要留意啊，因為如果美匯指數有機會95、97蚊呢個位置做一個止跌，然之後做一個反彈咧，咁到時候咧配合大盤咧都有機會迎嚟一個反彈嘅。咁咧會跌到邊一如果美匯嘅話咧會反彈到去邊一個位置咧？咁可以睇睇啦。嗱，假設我當佢跌到落去97，係啦。咁應該要上翻0.5嘅，最希望係啊，因為通常佢要收復一半嘅失地，即係大概103嘅位置啦，或者有機會105都唔出奇嘅，係啦，做一個 B 浪嘅反彈。然之後呢一個記住係我一直都認為嘅 bull trap 係會喺呢一個階段發生嘅，會喺呢個階段發生嘅。咁即係話嚟緊，如果佢有個反彈嘅話，咁你要留意翻啦，到時會唔會有啲數據配合，令到短線美金有機會短線做一個走強嘅動作，係啦，咁咧可能有機會到時候咧媒體又會放翻啲樂觀少少嘅信號，喂，同你講，喂，原來咧未咁快下跌嘅喎，即係話有機會做一個嘅美股有機會繼續牛市，係啦，咁即係有機會呢度咧出個右肩，係啦，咁成個 overall 嘅走勢咧我都係冇變㗎，我再重申我嘅睇法係。佢而家呢度有機會行一個 WXY 浪啦，跟住再行一個大嘅 WXY 浪，係即係佢會有機會咁樣啦 ，WXY 啦，跟住呢度咧再做一個嘅WXY 浪嘅，係啦，即係3個波段咁樣嘅，係即係成個 overall 嘅劇本佢就會係咁樣落嚟啦，震住咁樣落嚟，咁就會形成一個嘅下跌通道，係啦，下跌通道咁樣落啦，反彈。做個右肩落嚟，再做個 W 浪，再做個 X 浪，再做個 Y 浪，係啦，係啦，等陣先啦，重新畫個，係啦，成個劇本咧就係咧，重新畫個下跌 W 浪啦 ，X 浪反彈 ，Y 浪完成成個大規模嘅 W 浪 ，X 浪反彈落翻嚟做個 W 浪，做翻個 X 浪嘅反彈，再做個 Y 浪，係啦，咁個 overall 嘅劇本咧應該最理想震住咁樣落啦。震住咁樣落嚟啦，係啦，而家 X 浪反彈做個右肩，係啦，咁就留意翻啦。咁而家短線咧冇乜信號可以睇噶啦，唯獨是咧我要叫大家咧留意住呢一個嘅美匯走勢，短線反彈有機會令到大盤咧出現一個反彈，都係唔出奇噶啦。好啦，咁大家要留意，係啦，咁就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係啦，咁就長少少嗰啲個股咧，要留意啦，因為有機會係有個反彈，係咪？咁你留意美金要跌到，我覺得要跌翻落去97蚊呢個位置，到時候再睇下有冇啲值得短線投機嘅嘢，係啦，投機記住投機啊，因為佢成個美股個 trend 咧其實係落緊去嘅，係啊。好，今集講到呢度。